贤弟，你亲口承认，讲你是几个的女人心啊，但你即马对牛兄是要安怎好认呢？大哥，大哥，民女管有萧，犯了欺君大罪，求皇上开恩。紧起来，你是无罪啊！谢皇上。贤妹啊！你讲什么？大哥，我已经甲人定亲啊！不可能！当初你有甲我讲过，你还袂讲定亲啊？大哥，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我的未婚夫就是伊翠燕婚。啊？是伊？不用的，玉少，你袂晓离开我，我要带你回宫，你一定要答应我中。玉少，我袂晓互你嫁崔燕文，你要答应我，你是安怎唔回答我呢？皇上，我袂晓甲你回京。我是东东哦，一个君，我唔信不如迄个崔燕云啊。叔叔甲伊啊来分玉退，自首带你回宫门。大哥啊，退婚的比例，伊唔答应，注定婚礼啊太伤情。求你退婚啊，了唔肯，我自首养母回宫中。大哥，大哥，你听我讲，大哥，当初我会答应崔燕云的婚姻，是为着要救你甲叶王离开江山，所以我才甲伊条件交换。原来是安尼。对，这段日子，我为什么唔敢向大哥你讲实在话？是因为崔燕云，伊一直拢伫咧监视我，而且我为着大哥你的安全，我只好介意
去爱宋梅姑娘。这所在就是青溪川。听讲这个青溪村有2个外地来的少年人啊，不管是毋是皇上啦，为着安全吼，吴客啊，你着带兵将这个青溪村的这个庄内甲庄外四围小布置一个预防万一啊。是。哦，这个青溪村的这个川外搁有一粒山，这尔悬啊！青溪村的人，大家都拢知影，定要将我嫁予在貌相传的萧玉。想袂到，伊竟然是女扮男装。这件代志若是传扬出去，我林素梅，敢还有啥物面目通我活落去先？受人的踢笑，不如我家己自尽死死了。哎呦，这个查某囡仔哪会伫咧遐悬的山顶安尼爬落来啊？素梅啊，素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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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素梅啊，姑娘，素梅。多谢你救我的查某囝。哎呀，救你的人不是我，是伊。多谢恩公，老丈唔通安尼，赶紧起来。请问老丈，另外为什么伊要自尽呢？你也算唔知影，一个叫做萧玉啦，伊安尼女扮男装哦，唔则就害你我的查某囝呢。哈？萧玉？好啊，迄个叫做萧玉的吼，也是毋是有甲一位公主叫做朱秀的行斗阵啊？是啊，我安尼好心要处理好大，想袂到出现出这个麻烦啦。啊！无咯，迄毋是麻烦呢，这是恁祖公啊有灵性，也是恁爸仔囝的好运，你知无？来来来来来，你知影迄个姓朱的是什么人无？是什么人啊？伊吼是当今的皇帝了。莫阁讲，我唔会惊。皇上啊，你离境既久，一来朝政无人通好料理，二来太后日夜思念，求皇上也是。好咯好咯，太师啊，你若爱金花囝咧会用的。也毋过，我咧甲管姑娘成婚了，才要转去。皇上，你千万别安尼做。
如果我若是对崔延云失约，伊会无顾一切来找咱，到时阵我若死是事小，恐惊伊会惊动性格。哎呀，管姑娘啊，你免惊啦，你免惊啦。咱一来吼有周将军伫遮，二来阁有5双兵，三来阁有3000名的人马伫附近伫咧保驾。啊，你咧惊啥？崔彦伦甲李成吼，伊唔敢来啦。对，关姑娘，你这尽管放心啊。无咯，好皇上啊，老臣也是认为安尼无啥物适当啊。太师，你若要主动定，甲关姑娘的婚事咧，我这世人唔会惊。看你会惊见太后是要安怎样啊交旨呀？哦。老太师啊，无言对面不相离呀，有缘千里来相依。既然良缘天注定啊，老太师啊，你何不来玉成？皇上啊，玉皇讲的拢总是对，现成的媒人为什么唔做呢？这老臣遵旨。关姑娘啊，哎呀，皇上啊，人讲好人就爱做到底哦。伊就将军至今也未娶妻，伊求素梅红线相系，何不输因来配成好夫妻？老着，你以后如何咧？我当何不对原来个高攀的周将军呢？嘿，恋爱宛如高中游览啊，人品相配，说什么高攀哦？我在问就用的哀怨啊，就用可愿甲素梅配红鸾啊呀！单凭皇上做主，真好。哦，我实在有够欢喜的啦！伫今仔日这天吼，一声咧完成两对新人，说落去当时你特别来完婚，太师啊！但你即马吼任务啊已经完成啊啦，啊等皇帝有哪去互你找着啊？你搁上爱啉烧酒的咧，今仔日有通互你啉无够开，你规气倒在酒甕边困啊！无咯，皇上啊，我认为你甲关姑娘的婚事也是花囝来去办，安尼比较较周到，也嘛较体面。嘿，今是微风出游啊，人伫咧讲啊，入乡就爱随俗，尤其是大喜之日，咱用咧请这个乡里甲庶人，安尼来闹热两三天啊，敢唔好？嘿，对。太师啊，听啊，若是花囝了后吼，啊皇上才搁报主赐妃大礼，要若是讲周将军吼，伊用个请这无百官能力搁补请，今仔日这咱加啉的啉咧。太师，你认为如何啊？既然皇上甲安尼讲，老臣就遵旨就是。禀大人，外面有位夏姑娘求见。
叫一叫。是。姑娘请。这位就是新母大人。下交你拜见大人。免礼。谢大人。这日阿妈，你见本官有甚物代志？是。大人请看。这拢是宫中的宝物，是我的翁婿崔燕云找入宫中偷出来。我今日后事败，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特来向大人出手，求大人派兵冲拿。你翁婿崔燕是甚物款的人？伊有一身的好武功，乃是一名的飞才，而且举无定所。大人，你只好张大过世，献上冲拿。崔燕云，你虽然服下了先知后，会用加活3年，会当甲管玉簫做3年翁某。也毋过有我下交你伫的，你免想要如愿以偿。这加活的3年，你恐惊爱担咧大牢过咯。燕云，官府伫要掠你，你敢毋知影？知影？若安尼讲，你真是入皇宫去偷国宝。崔某哪会去做对家己不利的代志？我想也袂，也毋过官府现想要掠你啊！当然是有人要害我。是甚物人？阿娇你，李想，你今仔日来是要问这个代志，完照你家己好奇心上。当然毋是。本月15，自首，要甲管玉簫完婚，我要利用因的花烛夜，亲自来去行刺。万一若是失手去伤着管玉簫，你别出去！崔燕云，你既然无法度通我速自首甲管玉簫分开，我当然袂用个因为惊伤伊管玉簫，而放弃我家己的任务。什么人讲我无法度随离开的？山东
相转有多情，强去叫中好本领，满过自首结地兄。我可了开情地人，小弟咱乱家情。地主叫车随不贤，情敌的人好不便。安怎？你也过歹势呀？过去咱兄弟同吃同困，又过你会记迄一日啦，踮伫个即个破庙落大雨迄一暝，咱两个搁困做伙啊。大哥，我来参哈哈哈。